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嘅介紹短片。咁喺呢一條短片入邊，我會同大家介紹3個我哋工商管理學系提供嘅學士課程，包括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、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數碼市場學，同埋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。咁第一個要介紹嘅就係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。咁佢嘅特色就係綜合同埋靈活。咁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同學喺修讀呢個 BBA 課程嘅時候，可以因應自己嘅興趣，有5個唔同嘅專業範疇係佢哋可以自己選擇嘅。就譬如話，如果同學係對人力資源管理、企業管治、金融服務與規劃、數碼創業，又或者係市場學有興趣嘅話呢，佢哋係可以自己修讀一個專業嘅範疇嘅。而且 BBA 呢一個課程亦都得到好多唔同嘅專業認可，譬如話有以下呢啲機構係認可呢一個課程嘅，同埋提供部分嘅科目豁免嘅。咁我哋同學嘅就業前景嘅出路亦都非常之廣闊，譬如話佢哋會走呢個 sales and marketing 啦，會走呢個商業行政管理啦，同埋其他各行各業嘅路線嘅。而且有興趣深造嘅同學，亦都可以報讀本港同埋海外嘅碩士課程，同埋我哋自己學系開辦嘅市場學、消費者心理學理學士課程嘅。好啦，咁第二個我要介紹嘅課程就係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數碼市場學。咁呢個課程呢，就包括咗了解商業嘅運作啦，了解數碼市場同埋網上行銷啦，同埋講一啲多媒體應用嘅範疇嘅。就例如以下嘅科目，譬如話佢哋會修讀一啲關於 digital marketing 數碼市場學同網上行銷嘅課程啦，仲有就係同一時間就會修讀一啲多媒體應用嘅課程，就好似我哋右手邊見到呢啲課程咁樣。咁亦都會得到專業嘅認可啦。咁同埋亦都有唔同嘅升學嘅出路嘅。最後一個就係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。咁呢個課程嘅特色就係跨學科嘅學習。譬如話，我哋會講一啲人力資源管理同埋心理學唔同嘅課程。譬如同學會讀一啲心理學嘅唔同課程啦，會讀人力資源嘅課程啦，同埋亦都會有啲跨學科嘅課程嘅。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獨特嘅學士課程啦。咁亦都得到咗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嘅認可啦。咁同一時間就係同學亦都可以向唔同嘅方向去發展嘅。咁我哋學系嘅特色就係有唔同嘅元素啦。就譬如話，學生可以因應自己興趣啦，去參與唔同嘅交流，同埋一啲校內同埋校外嘅比賽嘅。咁同埋有唔同嘅學會啦，同埋亦都有唔同嘅學生活動。咁最後呢，就係有啲同學會關心嘅，亦即係海外交流嘅機會。其實學校亦都會提供呢啲海外交流嘅機會嘅，亦都有入學嘅獎學金㗎。咁如果你哋有任何對於我哋課程嘅疑問呢，歡迎就 send email 去以下呢個電郵地址。多謝各位。